饭码头得往这么走，对不对？就往前走。好饭码头是岳庙码头。啊。岳庙。来，岳庙在这儿，往这去。看后面看后面。哎呀，我的韭菜炒鸡蛋太应景了。来。照上糊了吗？也不知道照没照上。可以，这个东西。好。这甜的从哪走？不能从这个吧？不能走。这边这是咱有个啥？这个。咱现在要往那个石塔喽，先去三潭石塔，然後我們再去這個最後防範碼頭。對，先去這兒，你哋去這兒。我哋係咪應該係咁樣直行再轉過去啊？定是呢度直行啊？這30石塔，然後回來上那個防範碼頭。究竟係邊度啫？咱得去三潭石塔。我還得回來。對，然後到這很近，沒走到。有啥？你再撞過去。覺得佢嘅箭水係直行轉彎，所以又會轉彎。走嘞！哎呀！一起走了。啊，那块正好有船停在那儿，快照张相去。不好看，往前去，快走。你拿哪个？这么都是人文景，就是走动物园也有的东西。一个码头小桥。这种感觉比较好。便宜的原因是。下次给你删。然后这个夏天能闪出风的吗？这个东西不兜风。什么臭味？我也闻到臭味了。好臭呀！爸爸，我闻到臭味了。我也闻到了。妈妈，坛上面一个坛上你有5个洞。没有见过？你看，追上去。好嘛，要抽血液。怎么回事？他都已经装好了。也都装不了，装不了还是自己干。可以看得清楚。你可能是那就站那个架子就出来了。这不就三潭医院吗？对。三潭医院。我见过吧？哎，我在哪儿了吗？我在哪儿？有1块钱吗？没有。有10块钱，我没看见有1块钱吗？大往前去找对象。那我怎么看着俩呢？在那儿。啊。站了啊？啊，谢谢，站在这里，你站在这里，随你拍。网页不拍了，它比较多了。我好幸福哟！我好幸福哟！
照张相吗？来。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嗰個名叫工塔係咪？我怎么看不着站台？别我屏幕上的车机。帮我点一下屏幕上的钱。在哪个上？那里。别我屏幕上的车机。哎呀，有这个毛病呢。真美！哎，伸那边的手，在这人别动，哎，伸这边的手，那个在那里，哎，别动，哎，上来了，哎，别动，你走角度，哎，好好好，下一个，你整个手干啥呀？你过来吧，哇，他手正好把那托起来，哎呀妈！放地，放脚，放脚。妈，你的左手臂还是那个手可以往上停一下，就在你的帽子上。有影到咩？哎，行，你把手收回来吧。找三台音乐的顶了。咱俩蹲下，蹲下，后面照那个景。好扮臭埋喎！欧了。妈，你离他近，你离他近点，你别往后退了，不要跳下去。哎呀，我烦啊！哎呀，我烦啊！哎，好，上道，走。好吧，哇，这个太漂亮，这个太。我来吧。绕一圈回去了。啊，这个是花岗关鱼吧？鹅池。这是那个三潭音乐啊。那三个尖儿。给我手机。这三个坛，我是说的三个坛离得远。在这儿离得近了，咱俩那块儿离得远。在这儿就近些。来，有饭豆子的，有玉米香的。那往前也可以。能看着仨吗？看不到。啊？哦，这是柚子树啊！一定是柚子是吗？不是。就是。人家从这边走，从这边，人是这么照的。但是这边人少，人多。我也拍一个吧。你们谁？哦，这能看到吗？咱就直往前走。它这个圈儿，它这个圈儿嘛，没有往前，你这一条是过来。啊，如嗰度可唔可以行埋嗰度？我呢條站啊，做咗嘛，得行。还有个小塔楼能看见。如果。我们拍合照在这儿。来，你俩站这儿来。来，给你留地上了，看，能看几个？我也瞅不清了。好，靠咱俩脑袋挨点，把后面人挡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聚光那块儿，聚焦那块儿干啥呀，姑娘？那边看不着了，只能看着我们仨了。OK， 可以。他们也不着急下钱。
所以他不能把所以就溜了就完了。不行。那你扯呢？慢点啊，这个东西需要照一下了。来，先下去。来，咱仨。来，咱仨把这个洗涤。来，咱俩把它躲开。这玩意儿有啥？其实你到这地方来打卡。啊哈，打卡打卡。你打卡，你把这卡都挡上了。走吧，快走。我裤子里掏钱了，凭空间不掏钱。我1个月6块，我他妈就5个 G。他干了我3个。来照相吗？要不要留个应该1分钟快到留个。照相吗？1分钟的。好看。没电了。没电你就收起来。我那一口操。2个辫子。涂在水我的胃了。嘿，往哪走？我们去湖滨码头。不。好，这么走。必须坐船回去。好臭！西宁就这影儿，过来看。这景儿好回我能吗？走，上去。那得找个船过去是呗？花岗码头，那花岗码头走。今天没觉得累，一点也不累，因为都是平道。就跟着老舅走。哎，你水那个了？水那个跟妹妹家具嘛，挺好。那是呗，在这拍，我那个包那俩包呢？借光，我要借光。那不是我船吗？那是我船了。这到了吗？往前再走2就到了，前面是港。咱今天就看这一个3台音乐呗。结果就这一个点。啊。其他的就是玩儿。其他就这些小景儿。就是说要看的点儿。其实市城走的就是这些小景儿。现在已经绕半圈了。这之前是涨水，水大小3台也不明显。哦，对，说了涨了。是涨水吗？我以为这是栈道，没想到是乘船点。行，后退。这是什么点啊？这是另外一个点，一共5个点。这不是那个航贩是吧？啊，不是航贩吧？航贩，我在前面。哎，咱们慢慢悠悠的到航贩，哎，或者现在是到航贩，还是得往那边再绕。再往前面走一走呗，完再退回来呗。咱应该能绕完。现在看我感觉正好这个光。哎，真好看，刚才的景照的哈。哎，你是不是你相机好啊？哎妈呀！啥呀？是我，你看。是我拍的好。你把拉着胯，我倒寻思在那块那什么呢。啥话呀？你就拉着胯，这儿你这儿到。早知道咱多买2个扇子好。5点钟了。这音乐真好听，但你看它这植物咱都没见过。
哎，这是去哪儿的？哎呀，出神入化。乘船去花岗观鱼。哦，不，咱不去花岗观鱼，明天从外面绕一绕花岗。航范呢？航范是在前面吗？不是刚才那个是吧？你整准了哈。刚脸都血了，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来了之后，你爸现在就要休息了。所以说你现在要，对，我现在脑袋不够用。所以说现在吧哈，不能指多个人就乱了。不是，没有，那就全指着你了。你要但凡说今天下午西湖，我给你整明白宝贝，我现在把灵隐寺给弄明白了。其实咱下午灵隐寺也够用。不够用，他爬山，他没有船。哪里啊？那个山非常啊，半个小时往前走。对。没事，他会把所有人清走的。嗯。他会把所有人清走的。我在这排着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是不是？对。他在排去一个船不行，再来一个船，再来一个。对，直到把你们拉走。但是他说5点，就是5点多。他们干啥呢？养鸡了呀，这么臭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们就坐到刚刚来的那地方。要是你想走呢，我们就坐车坐到我们压车的地方。坐到我们压车的地方，专门买车的。你想关了？打车回去也就。啊，这不就排队呢吗？这也是航帆码头啊。排队呀。干嘛呢？那个。别走站哟。这块有景啊。这是外面景。啊，行。这是内湖。你120块钱。那我们上前面找地方。我倒无所谓啊，看你们。那个凉的兑点热的正好喝。咱俩吃完，我就把这个。他兑完喝不了了。啊？他兑完喝不了了。烫了？啊？是吗？那你爸先喝，你后喝。但是你要不兑，